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已经1年多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伫战争后头改出国访问，伊昨昏是去北京，伊去参加中国主办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论坛。普京今仔日会发表演讲，嘛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。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仔日早起去北京，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去迎接。今年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出10周年，普京受到邀请参加17甲18这2天举行的论坛峰会，而且按说明仔载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。Да, мы видим, что кто-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ее как попытк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го-то под себя подмять, но мы не видим этого.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желание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. 10年来，中国透过输出基础建设、发展外交，延伸到东南亚、南亚、欧陆甚至非洲，亲像积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，让中国西部会当透过巴基斯坦直透印度洋，建立去中东的路。也若甲印尼合作的东南亚头一条高铁雅万高铁，嘛伫顶一日正式投入营运。印尼总统佐科威17甲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，强调中国已经加做印尼上界主要的贸易同伴，也佫有第2大投资的来源国。不过嘛，分析指出，即马中国经济放慢，国际局势变动，也佫有国家内政复杂，“一带一路”几届互批评是债务陷阱，互后续发展面临未少压力。G7的国家当中，唯一一个加入“一带一路”的意大利，到即期并无看到实际上的好处。有风声讲，因特别退出，嘛，互“一带一路”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